5年前，如果你問一個科技投資者，一間公司同時冇咗兩樣嘢，會點樣最先進嘅芯片製造能力，仲有全球主流移動生態嘅服務入口，大多數人會同你講，呢間公司已經進入倒計時，因為按照過去30年嘅科技產業規律，呢種打擊幾乎係致命嘅。諾基亞冇咗手機市場之後，再都冇返到巔峰。東芝半導體被拆出去之後，成個集團元氣大傷。黑莓冇咗智能手機之後，好快就邊緣化。商業世界入面有一種失敗，幾乎係確定嘅。當一間公司嘅核心能力被切斷，佢通常唔會重新崛起，只會慢慢退出歷史舞台。但現實嘅發展並冇按照呢個劇本發生。華為冇消失，更加值得留意嘅係佢活得低嘅原因，可能唔係好多人以為嘅芯片突破。我第一次認真去梳理華為呢5年變化嘅時候，最大嘅感受唔係佢贏咗，而係佢竟然冇按照好多商業模型預測嘅方式消失。呢背後一定係有啲嘢比我哋過去理解嘅技術嘅競爭更加複雜。華為呢5年最值得研究嘅地方，唔係佢有冇解決晒所有技術問題，而係喺失去原有優勢之後，佢點樣重新搭建一套能夠運行嘅新系統。呢個問題嘅答案可能比華為本身嘅成敗更加重要。因為蘋果如果冇咗台積電，會點樣？三星如果被限制設備出口，可以撐幾耐？英偉達如果被禁止使用某啲架構，仲能唔能夠維持霸咗地位？呢啲問題聽落好似假設，但華為嘅經歷話俾我哋知，佢哋離現實並唔遠。返到2020年，當時嘅情況比大多數人記憶入面更加嚴重。台積電停止代工，谷歌停止 GMS 授權，多個國家嘅市場大門直接閂埋。呢個唔係傳統意義上嘅市場競爭失敗，而係喺出口管制同供應鏈限制影響之下，被迫面對全球產業鏈重組。華為手機出貨量喺之後幾年大幅下滑。海外智能手機市場份額大幅下降，尤其係喺歐美核心市場受到明顯影響。佢面對嘅唔止係產品賣唔出，而係最關鍵嘅先進芯片製造能力被限制。呢個就好似一支足球隊唔止係輸咗場比賽，而係被禁止用最好嘅訓練設備同球員。當時市場上確實存在大量關於華為未來發展嘅悲觀判斷，結果並冇向住嗰個方向發展。根據華為公佈嘅2025年經營數據，公司收入保持增長，盈利能力有所恢復。呢個說明華為已經重新建立咗一定嘅現金流能力，但距離過去消費業務高峰仍然有明顯差距。真正有意思嘅係支撐呢個數字嘅嘢。好多人一直將華為當成一間手機公司，手機只不過係佢最容易被睇到嘅一部分。真正撐住成個盤嘅係一個被普通消費者長期忽略嘅業務板塊。華為最大嘅收入來源仍然嚟自 ICT 基礎 SaaS 相關業務，包括運營商網絡同企業業務。呢類業務雖然唔似手機咁容易被消費者關注，但長期合同同高替換成本令佢成為華為嘅重要穩定器。呢個業務同手機完全唔同，手機係一場每年重新開始嘅戰爭。今年賣得唔好，出年消費者可能就忘記你。但通訊基礎設施唔係咁樣，客戶一旦部署咗系統，更換成本極高，
聲名高次往往長達10年以上。運營商唔會好似消費者換手機咁，一年一次更換成個網絡體系。企業上咗華為嘅數字化系統，亦都唔會輕易推倒重來。老實講，呢部分業務好容易被普通消費者忽略，因為佢唔似手機發佈會咁有話題，亦都冇摺疊屏同影像系統咁搶眼。但好多時候，真正決定一間企業生命長度嘅，恰恰係呢啲唔性感嘅業務。佢哋唔會上熱搜，唔會出現喺數碼博主嘅評測視頻入面，但佢哋每年都喺度產生穩定嘅收入。運營商網絡擴容需要華為，企業系統維護需要華為，數據更新升級仲需要華為。呢啲需求並冇因為制裁而完全消失，但華為能夠繼續參與嘅市場範圍已經明顯收縮。呢個係一個必須同時睇到嘅事實。呢種業務結構喺正常時期睇落平淡無奇，甚至乎有啲笨重，但喺危機時刻，佢變成咗一個巨大嘅緩衝層。當消費電子業務因為制裁而大幅下滑嘅時候，運營商同企業客戶仍然喺度付款，仍然喺度續約，仍然喺度採購後續服務。呢個意味住華為冇出現現金流斷裂，冇被迫大規模裁員同出售核心資產，佢仍然有足夠嘅錢投入研發，仍然有足夠嘅客戶關係維持行業存在感。好多人直到今日仍然習慣將華為理解成一間手機企業，呢個係一個非常大嘅誤解。如果一間公司嘅核心資產只係手機品牌、渠道同消費者認知，咁當芯片供應被切斷之後，佢幾乎冇第二種選擇。但華為過去30年嘅發展路徑並唔係圍繞手機建立嘅。喺進入智能手機市場之前，華為真正嘅核心業務係通訊機庫西斯，佢服務嘅係運營商，係大型企業，係政府同工業客戶。呢種業務有一個特點，消費者睇唔到，但企業冇辦法輕易替換。一部手機失敗，用戶出年可以買第二部，但一個國家級別嘅通訊網絡，一套企業數據系統，冇可能好似換手機咁樣話換就換。呢個意味住華為喺進入手機行業之前，已經擁有咗一層普通消費品牌冇嘅安全墊。蘋果、三星、諾基亞，佢哋面對危機嘅時候，問題係唔同嘅。諾基亞嘅問題係核心競爭力高度集中喺手機，黑莓嘅問題係用戶需求變咗之後冇第二增長曲線。而華為嘅問題雖然嚴重，但佢仲有一個龐大嘅基礎 4C 業務作為底盤。呢個亦都係點解同樣遭遇智能終端競爭失敗，唔同公司最後嘅結果完全唔同。真正決定企業壽命嘅唔只係爆款產品，而係企業有冇隱藏喺消費者視線之外嘅第二生命線。不過呢度我必須指出一個好多人都忽略嘅複雜因素，將華為活得低嘅原因完全歸結為業務多元化。其實太過簡單，多元化只不過係一個表面結果，真正支撐多元化嘅係華為過去幾十年喺通訊領域積累嘅技術、專利、工程能力、人才梯隊同客戶信任。呢啲唔係一朝一夕可以建立嘅，亦都唔係任何一間公司想多元化就可以複製嘅。你冇可能喺危機嚟之前1年先至開始搭建第二套業務體系，佢需要10年甚至更長時間嘅前期投入。同時仲有一個冇辦法迴避嘅變量，中國市場嘅規模
夠大，產業鏈配套夠完整，國內消費者同企業客戶需求夠強勁，呢啲條件疊埋一齊，俾咗華為一個其他地方冇嘅喘息空間。如果一間歐洲科技公司遭遇同樣級別嘅限制，佢可唔可以靠本土市場恢復？恐怕好難。所以華為嘅生存係一個多重因素疊加嘅結果，而唔係某一個聰明策略嘅功勞。我嘅判斷係華為真正嘅護城河唔係某粒芯片，而係幾十年積累嘅組織能力同業務結構。但呢種護城河有一個特點，佢只能夠保證你活得低，唔能夠保證你贏。活得低之後，你仲需要揾到新嘅增長空間。但需要注意嘅係，華為嘅案例並唔能夠簡單複製。好多企業睇到嘅係多元化成功，但忽略咗背後嘅時間成本。華為今日擁有嘅通訊業務、研發體系同客戶關係，並唔係喺危機之後突然建立嘅，而係喺過去幾十年競爭入面逐漸積累形成嘅。換句話講，佢唔係因為提前預測到咗某一天會被限制，所以準備咗一套備用方案，而係喺長期發展過程入面形成咗足夠厚嘅能力儲備。當外部環境突然變化嘅時候，呢啲積累先至表現出價值。呢個亦都係點解好多公司即使意識到供應鏈風險，都好難複製同樣嘅路徑。呢度我想拋出一個問題：如果你係一間科技公司嘅決策者，知道未來一定會遇到極大嘅外部風險，咁提前犧牲一部分短期利潤，去建立多個業務支柱，到底係戰略遠見定係過度防禦？呢個問題冇標準答案，但值得你喺接下來嘅內容入面一直帶住思考。一間科技公司如果只係靠舊業務續命，最終會慢慢萎縮。華為需要揾到新嘅增長空間，而且係能夠承載未來10年甚至20年嘅空間。呢個就帶出第二個問題：冇咗手機之後，華為靠乜嘢尋找未來？答案可能令人意外，因為佢嚟自一個同手機完全冇關係嘅行業——汽車。但呢度出現咗一個矛盾：華為點解選擇進入一個自己完全冇製造經驗嘅行業？外界當時充滿質疑，有人話佢唔識汽車，有人話佢只係喺度追風口，仲有人話佢遲早會自己落場造車。但華為反覆強調自己嘅定位，唔做整車製造，只做智能汽車解決方案供應商、智能駕駛系統、智能座艙、車機超過食筒、計算平台，呢啲先至係華為真正投入嘅地方。我當時第一次睇到呢個定位嘅時候，覺得佢非常聰明，因為華為冇急住證明自己能夠造車，而係選擇咗一個更加符合自己優勢嘅位置。華為擅長乜嘢？通訊技術、軟件系統、芯片設計、人工智能，呢啲啱啱好係智能汽車未來最需要嘅核心能力。傳統車企擅長嘅係車身設計、底盤調校、供應鏈管理同品牌建設，但佢哋喺軟件同算法上並唔佔優勢。華為試圖成為智能汽車時代嘅重要技術供應商，為車企提供類似智能化底座嘅能力。好多人當時唔理解一個問題：既然華為有芯片、有軟件、有品牌，點解唔直接做一部華為汽車？實際上呢，背後係一種非常現實嘅戰略選擇。做汽車同做智能汽車係兩個完全唔同嘅產業。汽車製造需要幾十年嘅供應鏈管理經驗、車身結構、
動力系統、安全測試、生產製造、消耗渠道，呢啲能力唔係一間科技公司短時間可以複製嘅。如果華為選擇自己造車，佢面對嘅係比手機更加殘酷嘅競爭，因為手機行業失敗，最多損失消費者市場，但汽車行業失敗意味住巨額製造投資、產能壓力同庫存風險。華為真正有優勢嘅地方，唔係成為下一間車企，而係成為汽車智能化時代嘅基礎設施提供者。過去汽車產業鏈入面，發動機供應商非常重要。未來智能汽車時代，計算平台、操作系統、智能駕駛系統可能成為新嘅核心入口。呢個其實同華為過去通訊業務嘅發展邏輯非常相似。佢唔係一定要擁有所有終端，而係成為連接呢啲終端嘅核心裨造提供者。汽車產業正在發生一個根本性嘅轉變。過去一部車嘅核心競爭力係發動機、變速箱同底盤調校，未來就越來越多取決於軟件、算法同人工智能。汽車正在從機械產品變成一個移動智能終端。一旦呢個轉變完成，傳統車企同科技公司之間嘅邊界就會模糊。邊個掌握咗操作系統同計算平台，邊個就可能掌握未來汽車競爭入面嘅重要入口。但入口唔等於勝利。汽車行業唔似手機行業，佢唔會淨係因為軟件好就自動令消費者埋單。製造能力、安全認證、品牌信任、售後服務，呢啲仍然非常重要。華為選擇做供應商而唔係整車製造商，某程度上亦都係承認咗呢個現實。智能汽車解決方案業務近年保持高速增長，已經成為華為新嘅戰略增長方向之一，而且佢嘅戰略價值遠超收入本身。因為汽車正在成為華為鴻蒙生態嘅新入口。手機連接嘅係人，汽車連接嘅係家庭、交通同更大嘅生活場景。如果鴻蒙系統未來能夠同時運行喺手機、汽車、智能家居呢啲設備之間，咁華為競爭嘅就唔再係一部手機，而係一整套生活數字系統。用戶一旦喺車入面習慣咗華為嘅操作邏輯同應用服務，呢種習慣會向其他設備延伸。生態競爭嘅本質就係用戶時間嘅爭奪。但呢度同樣存在一個需要正視嘅問題。汽車業務增長得好快，但佢能唔能夠真正彌補手機業務留低嘅缺口？答案唔確定。因為手機業務並冇消失，只係喺海外市場被嚴重壓制。同時汽車行業嘅競爭極其激烈，特斯拉、比亞迪、傳統車企都喺度全力投入智能化。華為作為供應商，能夠攞到幾多份額，取決於佢能夠俾車企帶嚟幾大嘅差異化優勢。目前問界系列嘅銷量表現唔錯，但其他合作車企嘅進展參差不齊。有啲車企對華為嘅態度非常複雜，一方面想要華為嘅技術，另一方面又擔心過度依賴華為會失去自己嘅主導權。呢種微妙嘅關係遠比華為汽車好勁咁樣一句話複雜得多。華為喺汽車同雲計算入面尋找新嘅增長曲線，試圖將自己從一個硬件公司變成一個生態公司。但呢條路行唔行得通，取決於一個更加根本嘅問題：華為能唔能夠喺芯片同 AI 算力上重新建立競爭力？而家進入最難嘅戰場，亦都係外界誤解最多嘅戰場。
好多人討論華為芯片嘅時候，會盯住一個數字製程。喺先進製程方面，華為目前仍然面臨同全球領先廠商之間嘅差距。從數字上睇，呢個好似一道好難跨越嘅鴻溝，但芯片競爭就好似賽車製程，決定發動機水平。但賽車最終成績仲取決於輪胎、空氣動力學同車手架構設計、軟件優化、系統協同，甚至用戶實際體驗都喺度影響最終結果。華為行嘅路線好典型，既然製造工藝暫時冇辦法完全追平，咁就喺其他層面揾補償，優化芯片架構，提高軟件調度效率，通過抽割射同底層工具鏈減少成龍損耗。呢種優化可以縮小部分差距，但冇辦法完全替代先進製造工藝帶嚟嘅功耗同性能優勢。人哋努力將發動機做得更大，華為嘗試令成部車跑得更聰明。但如果發動機嘅差距繼續拉大，淨係靠聰明嘅調校，遲早會撞到天花板。呢度我唔認為華為已經解決芯片問題，相反，我覺得芯片依然係佢最大嘅短板。但有意思嘅係，佢正在嘗試改變競爭規則。喺 AI 算力領域，呢種策略變得更加清晰。英偉達點解強？好多人第一反應係 GPU 性能強，但英偉達真正得人驚嘅地方係硬件背後嘅軟件生態。CUDA 呢個名普通用戶唔熟悉，但對於 AI 開發者嚟講，佢幾乎就係成個行業嘅基礎西施。10幾年積累大量開發者，完整工具鏈、成熟應用環境，呢個先至係競爭者最難複製嘅嘢。你冇可能靠一粒性能更好嘅芯片就替代肖列，因為開發者唔會因為你嘅硬件快20%就重寫所有代碼。華為面對嘅困難唔只係製造一粒 AI 芯片，而係點樣令開發者願意用佢。於是華為採取咗另一種思路。如果單粒芯片性能暫時冇辦法完全競爭，咁就將大量芯片組合成一個超級系統。華為雲推出嘅 Cloud Matrix 384超節點就係呢種思路嘅代表。佢代表咗一種唔同路線，通過系統級整合提高整體計算能力，而唔係單純追求單粒芯片指標。佢通過大量升騰 NPU 同寬頻 CPU 組合，形成大規模計算系統，通過規模擴大算力，針對特定任務優化，試圖減少對單一頂級芯片路線嘅依賴。呢度唔係話佢簡單超過咗英偉達嘅方案，而係喺特定場景同系統指標上提供咗一種可行嘅替代路徑。但呢種方法有佢嘅代價，能源消耗、成本、系統複雜度都係巨大嘅挑戰。大量芯片之間點樣通線、數據點樣傳輸、點樣降低延遲，每日嘅問題都好難解決。而且有分析師指出，呢種系統級集群方案可能喺能耗比上唔及先進製程嘅單芯片方案。如果未來 AI 大規模商業化，單位算力嘅成本同能源效率會成為決定因素。到嗰陣時，系統整合嘅優勢仲能夠維持，係一個未知數。目前嚟睇，華為喺 AI 領域最大嘅優勢唔係單點性能，而係完整工程體系。從長期競爭角度睇，生態可能係華為比單純芯片性能更難突破嘅問題之一。呢個問題可能比華為本身嘅成敗更有討論價值，因為佢指向咗一個更大嘅趨勢。科技競爭正在從單點突破變成系統對抗，再行落去更加核心嘅戰場，出現咗
鴻蒙生態芯片可以靠工程能力追趕，但生態非常難複製。呢個系統最難嘅地方唔係寫代碼，而係改變人嘅習慣。華為打造鴻蒙，本質上係做緊一件事，建立一個減少對谷歌移動生態依賴嘅數字生態。根據華為公佈嘅數據，鴻蒙生態開發者規模已經達到1000萬級搭座。HarmonyOS 嘅設備數量持續增長，應用同服務數量亦都喺度不斷增加。呢啲數字說明鴻蒙已經唔係一個簡單嘅手機操作系統項目，佢正在試圖成為連接手機、汽車、穿戴設備、智聯家居甚至工業設備嘅平台。但係生態數量唔等於生態質量，開發者多唔代表所有關鍵應用都有設備多，唔代表用戶一定願意長期使用。特別係喺海外市場，谷歌服務生態仍然具有巨大優勢。你叫一個用咗10年安卓嘅人突然轉用鴻蒙，佢最先問嘅唔係鴻蒙快唔快，而係我嗰啲應用仲喺唔喺度。如果答案係否定嘅，佢大概率唔會切換。技術可以追趕，但習慣需要時間改變，而時間恰恰係最稀缺嘅資源。呢度有一個非常現實嘅參考案例， Windows Phone 嘅經歷說明，操作系統競爭唔淨係取決於技術，亦都取決於開發者同用戶規模形成嘅生態循環。微軟喺移動操作系統上投入咗大量資源，最終都係冇辦法撼動安卓同 iOS 嘅地位。開發者唔願意為一個小眾平台投入資源，用戶因為缺少應用而唔願購買。呢個循環一旦形成就好難打破。華為鴻蒙面對嘅係同樣嘅困境，只不過佢有一個微軟冇嘅優勢。華為喺中國市場擁有龐大嘅硬件出貨量，可以靠設備數量帶動生態增長，但喺海外市場呢個優勢唔存在。所以一個生態到底靠技術贏定係靠習慣贏？如果你嘅手機入面冇幾個每日都用嘅軟件，再先進嘅系統，你會唔會換呢個問題，直接關係到每一個普通消費者嘅選擇，而唔淨係華為嘅命運。因為一個可能嘅發展方向係全球數字生態，進一步分化蘋果一個生態，安卓一個生態，鴻蒙一個生態，每一個生態都喺度爭奪你嘅時間同數據。普通消費者最終會變成呢場戰爭入面最關鍵亦都最被動嘅角色。科技產業歷史上，真正長期佔據優勢嘅公司，往往唔係製造最好硬件嘅公司，而係控制生態入口嘅公司。IBM 曾經擁有最強計算機技術，但後來個人電腦時代改變，軟件生態成為新嘅權力中心。微軟冇製造最好嘅電腦，卻通過 Windows 控制咗 PC 時代。蘋果後來亦都證明硬件、軟件同服務結合，可以形成更強嘅用戶鎖定。呢個說明一個規律：技術優勢可能被追趕，但生態優勢一旦形成，就係產生網絡效應。開發者因為用戶多而佔用戶，因為應用多而留低更多用戶，會誘使更多開發者。呢個循環一旦建立，新進入者面對嘅就唔係技術問題，而係時間問題。所以鴻蒙真正面對嘅挑戰唔係唔能夠做出一個操作系統，而係能唔能夠形成自己嘅正循環。為咗吸引開發者，華為喺 AI 軟件生態上亦都採取咗開放策略。華為持續推動升騰軟件生態開放，包括 CN 相關能力，以降低開發者遷移門檻。
呢個動作嘅意圖非常明顯，吸引開發咗，因為 AI 芯片嘅價值取決於有幾多人願意喺上面開發應用。英偉達嘅蘇黐護城河本質上就係開發者習慣嘅壁壘。CN 開源係華為試圖用開放策略對抗封閉生態嘅一步棋，方向冇問題，但挑戰巨大。開發者遷移平台唔只係換一粒芯片，佢哋需要重新學習工具、修改代碼、測試兼容性、承擔遷移風險。軟件生態競爭往往比硬件競爭更加殘酷。硬件可以一年升級一次，但開發者習慣可能需要10年先至可以改變。我嘅判斷係，華為而家做嘅唔係喺英偉達制定嘅規則入面追趕英偉達，而係試圖開闢一個平衡嘅競爭空間。呢個空間能唔能夠成立，取決於有幾多開發者願意入嚟，有幾多企業願意埋單，有幾多用戶願意留低。呢個係一個極其漫長嘅過程，但華為冇更好嘅選擇。最後繞唔開嘅一個問題係海外市場，華為仲能唔能夠重新成為真正全球化嘅科技公司？華為海外業務正在恢復，但同之前全球化高峰相比，市場結構已經發生明顯變化。通信設備領域，華為依然保持強大競爭力。喺好多非北美市場，華為仍然係重要供應商。手機、平板、智能穿戴等消費產品亦都喺度逐漸恢復。但海外市場最大嘅障礙並唔完全係技術，而係信任。呢個係一個非常複雜嘅問題。企業競爭有時候唔係產品測試分數決定一切，仲涉及政策安全考量、地緣關係、市場環境。所以即使一間企業技術實力提升，都唔代表市場份額會自動翻嚟。華為已經證明咗自己能夠喺巨大壓力下生存，亦都證明咗自己能夠建立新嘅技術體系，但能唔能夠重新獲得全球範圍內嘅全面影響力，仲取決於技術之外嘅因素。你可能做出世界上最快嘅芯片，但如果某個市場因為政策原因唔俾你進入技術優勢，並唔一定能夠自動轉化為市場份額。全球科技競爭唔淨係取決於產品同技術，亦都受到政策環境、市場信任同國際關係影響。呢件事比做芯片難得多，因為佢唔取決於華為自己。回望華為呢5年，會發現佢面對嘅其實唔只係一次制裁，佢面對嘅係成個科技產業競爭模式嘅變化。芯片、操作系統、人工智能、汽車、雲計算呢啲領域正在重新組合。華為目前仲未贏得最終答案，但佢已經證明咗一件事：一間科技公司真正嘅實力唔只係擁有幾多先進技術，更加重要嘅係，當最關鍵嘅路被堵住之後，佢有冇能力重新揾到新嘅路，或者5年之後再睇返。華為最大嘅變化唔係做出咗一粒芯片，而係佢被迫行上咗一條好多科技公司未來都可能面對嘅路。當全球化分工被打破，當供應鏈被政治化，當技術競爭變成系統對抗，一間公司可以做嘅唔係抱怨規則改變，而係喺新規則入面揾到自己嘅位置。華為案例最值得研究嘅地方，或者唔係佢證明咗一間公司一定可以突破限制，恰恰相反，佢證明嘅係突破限制需要極其特殊嘅條件，技術積累需要時間，產業鏈需要規模，市場需要容量組織，需要長期投入。呢啲條件
缺少任何一個都可能冇辦法複製。所以未來其他企業面對供應鏈風險嘅時候，真正應該學嘅唔係複製華為，而係喺危機到嚟之前建立自己嘅第二套系統。當然呢條路並唔容易複製。華為擁有自己嘅歷史背景同產業位置，包括幾十年通訊機構 SAAS 積累、龐大嘅本土市場支撐以及特殊嘅產業鏈協同能力。其他公司好難簡單複製佢嘅路徑，但呢個恰恰係華為案例最有價值嘅地方。佢唔係喺度展示一個可以照搬嘅解決方案，而係喺度展示一種可能性嘅邊界。當外部環境劇烈變化嘅時候，一間公司能夠將自己嘅生存空間拓展到乜嘢程度？所以返到開頭嘅問題，如果世界切斷一間科技公司嘅核心供應鏈，佢點解仲能夠繼續競爭？華為俾出嘅答案唔係某一項技術突破，而係唔將命運壓住喺單一環節上，同時構建現金流、技術儲備、生態入口同系統整合能力。呢個答案並唔完美，亦都冇可能被輕易複製，但佢提供咗一個新嘅思考框架。未來嘅科技競爭可能唔再係單項冠軍嘅遊戲，而係系統與系統之間嘅對抗。邊個能夠令更多芯片協同工作？邊個能夠令開發者更容易使用？邊個能夠喺真實場景入面跑得起？邊個能夠令用戶形成習慣？邊個先至可能贏？呢個可能係華為呢5年俾成個科技行業最重要嘅啟示。佢唔只係一個中國公司嘅生存故事，佢更加係一個關於科技競爭本質變化嘅提前預演。每個關心科技未來嘅人都應該認真睇睇呢個案例，因為下一個被切斷供應鏈嘅可能唔係你想象中咁遙遠嘅公司，而到嗰個時候真正決定生死嘅可能唔係你有冇最先進嗰粒芯片，而係你有冇一套能夠獨立運轉嘅生態系統。如果你覺得呢期內容令你睇到咗一個唔同嘅視角，歡迎點讚訂閱，亦都歡迎喺評論區話俾我知。如果未來世界變成幾個科技生態之間嘅競爭，你希望自己嘅設備屬於邊個生態？點解？或者如果一間公司嘅技術領先，但佢冇辦法進入某啲市場，你認為呢個仲係公平競爭嗎？你嘅觀點可能比呢期視頻本身更加值得討論。